哦，家答应着你忙多久我好累了，我好累家，还忙多不干个，我好累的，我还要我好累呀，就好累呀，我把孩子我好累来年了，是个那么我那了，阿就我一脚打就完了，来人玩走的，来，阿就把神龙干嘛掏大了，啊累了，阿就把上来，啊不一脚打了，要我知道了吗？开门。我刚才我都冷呀，中年有抽了嘛，累都真的了嘛，我还知道啊，我知道这样的啊，来那么我拦截的，现在我也看半年多差不来了去，他们个就要变成靠康复，那都吵了，可能那只要你来，要你那去别撒包，你要被叫变成没对啊。师傅，我进错了去，都被对地了。所以看是那叫都落去他摸上了，没去想干个，叫人忙不到这到边去吃了的呀。怎么？看呐，你才被有几人？我不多呢，这几人，马进里有啊，卡路弄了，卡了。被有几只好吃，被我几只也对。哦哟，没得来，熬的嘞。我就证明你半年前没搞到吧。我讲你打几个，你给你搞了噻啊？师傅，被我手上不是很弄好。呀，我也没有什么干呀。哦，有你几个那知道了，嘿。